大王還沒有出來。从早朝后就进了交房殿，到这时候没有再傳喚任何人。楚离子，大王跟老農吩咐我，不讓任何人進去。大王若惱，怪罪我好了。楚离子，楚离子。王兄，你跪在这儿做什么？臣弟知道王兄御林后伉俪情深，听說王兄從午前就進入這交房殿，整整一日，粒米未食，滴水未進，臣弟難免有些擔心。今日是他的忌日。過去1年裡，因大秦千里之地，盡繫於寡人一身，所以從不敢廢弛政務，有懈怠之心。唯有今日是個例外。寡人和他說說話，讓他知道寡人的心事。不知王兄都跟他說了些什麼？寡人告訴他，天下大事，非歸秦即歸楚。聽說楚國的屈原遊歷5國，正在游說諸侯合縱，與秦國作對。我們不可任憑他們鼓噪而無所事事。再者，國不可長年無後，後宮不可永遠無主。寡人的後宮已經空虛1年了，所以楚離子，臣弟在。你可願隨寡人去楚國走一遭？去楚國？不錯，去看看楚國的山川人物，給那些搞合縱的家伙添點麻煩，順便娶個楚國公主回來。众卿免禮，謝大王。退，歸坐。屈子，臣在。此番出使成果如何？禀大王，臣此番出使已與列國達成協議，齊、燕、趙、魏、韓5國已經答應4個月後與我大楚在郢都舉行會盟，並且各國都有意與我楚國聯姻，一致推舉由我楚國作為合縱長，共同聯兵對付秦國。恭喜大王，賀喜大王！此番大王為合縱長，實是我楚國大揚國威之事。屈子實在有功，此番郢都之會就由屈子一手操辦。臣遵旨。屈子快快免禮。臣以為會盟之時，諸王齊聚郢都，屈子一人恐怕過於操勞。言之有理，那就勞煩令尹朝陽協同屈子。公尹昭居和大夫靳尚都辦事謹慎，也可協同屈子。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屈子意下如何？臣以為靳尚大夫事務繁忙，公尹昭居一人輔助即可，請大王恩准。准。綠葉惜素枝，綠葉惜素枝。公子歇，門外有一公主要見你。月兒，月兒，是殷公主。皇公子好久不見，別來無恙。感激殷公主掛遷，不
不知殷公主找子歇有何貴幹？上次在後花園看到公子把玩軟鞭，技藝嫻熟，那軟鞭更是模樣稀罕，猜公子定是用鞭的行家裡手。俗話說，好刀配好鞘，好馬配好鞍。我這裡有塊上好的玉髓，如嵌在鞭柄上，正配得上公子的鞭子。你看看這塊玉髓，是否合公子的意？這塊玉髓是我母親當年出嫁時的陪嫁。楚國儘管富庶，宮中寶物無數，但像這樣好成色的玉髓卻是不多見的。多謝殷公主厚愛，只是此物過於貴重，子歇絕不敢領受。更何況是你母親所賜，理應珍惜，怎可隨意送人？這也是本公主的一片心意。無功不受祿。太子還有事傳喚，子歇先告辭了，多有得罪。公主是否即刻回宮？皇歇，刚才竟然把我當成芈月。102看，公主和月公主的背影還真有幾分相像呢。你这种半吃半呆的婢子，要你在身邊有何用？回去。公主。你又偷着跑出来跟我去看小玉，若让魏后知道了，說不定要怎麼責罰。好不容易才弄到出宮符，等到下次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。不過就是給永祥領白做2套衣服，什麼何年何月？葵姑的眼疾，用藥這些天可有好轉了？大好了，好像突然看陽光都亮了許多，穿針引線，別提多順手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松手！怎麼回事？松手！快鬆手！下去看看。打你了！臭要飯的，快鬆手！鬆手！鬆不鬆手？哎，別打！哎，